绳线断了，要把它接好了，接好了，这里再加一个，活动药那个瓶子的，那你看它撑高，撑高。声音不一样，撑高的话就说弦比较紧了，尽量固定，这现在都没有固定，你看还可以转。这个放撑高的，放在中间的话最好，声音就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弦线太松了，都会跑掉。如果不要跑掉的话，看这里都会跑出来。把它挤到里面，挤到里啊！你看，要断掉，你看太用力，它就容易断掉。所以尽量要用两条线的哈，比较或者是3条线的哈，合成一条，这样团结力量大，就不容易断掉啊。自得其乐啊！春天哦，这个对肝脏有帮助，也可以抗忧郁。肝脏喜欢那个喜气啊，春生夏长。